台票5月大起价造成国内寿险业5月份得了1066亿，创下2020年以来上惨的纪录。因为今仔日台票的汇率搁再起价，有起到28块9的计数。学者表示讲，咱出口业者唔但爱面对美国的关税，即马台票搁起价，可能会了愈侪，唔敢接订单。新台币汇率伫即礼拜已经强升5.69角，伫拜五开盘时阵，搁再度强势升达。开盘是29.14块，升2.5分。不过过10点了，伫大型出口厂商立场，新台币搁再面临抛汇压力。盘中是到28.956，升2.09角，创2022年4月初八以来新高。大家预期，尤其像昨天美股表现也很强，所以预期后续可能例如说科技半导体有更好的表现，所以资金就涌入来往这方面走。有会员人士讲，新台币29块若破了，台币升值的压力就会继续扩大。只是新台币升值自5月就开始，已经让国内部分业者无法度负担。根据金管会公布的资料来看，寿险业原本伫咧4月底累积的获利也有449亿，不过受到5月新台币升值的影响，毋但是无赚，电脑也过了617亿，敢若5月一个月就了要加1066亿。因为国内出口导向的机械业也第一个受影响，业者只好赶紧想办法避险，同时也希望央行爱赶紧出手稳定汇率。我本来报价是用29，现在可能我又往下修2块，还是2块多的左右的时间，然后短时间内赶快出货吧。对等关税如果提高，好，从现在10%提高到15%、20%或者25%，那对厂商来讲就雪上加霜，那他更不敢接订单，而且长期来讲，如果新台币它的汇率还是继续维持强势的话，那我们的厂商他有可能会选择出走。因为学者是讲，央行应该出手稳定汇率，透过增加新台币强劲，立场阻止新台币升。若无新台币继续强升，唔但影响出口业者的获利，就连经济成长率也会受到影响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